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莲池大师。莲池大师的修为啊，是我们念佛法门的一个最好的楷模，是最好的典范。他非常了不起的。后来他因为念佛而成就了。他讲出这几句话，留给我们这种学念佛法门的末法年代众生一个最大的提示，最大的警惕，把念佛的核心意义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。莲池大师说，求生净土，信为最先呢。你要到西方净土，首先要注意的呢，就信，你绝对相信，你不怀疑。我信，只要我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我，永远不放弃我。信为第一，是最重要的、最关键的。信为最先，从始至终，从你开始念佛，一直到你舍报往生了，信为根本，信才是最主要的根本呢。你要往生西方净土，信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基础，也是最大的根本。我们要往生的根本在相信，念佛往生，但地信不疑而已啊！你只要真正的相信，你不怀疑，你能够做到这样，就一切都具足了，功德就圆满了。你要往生成就，绝对满你所愿了。只有这样子而已了，你把它信进去。我已经跟各位报告了，我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对于外在的人情世故、交际应酬啊，她都不懂的。但是后来我劝导她要念佛，她说念佛大家都会念啊，那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修行？我说你念佛，你要抓住两个重点，你要绝对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永远不放弃我的。虽然我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，没有受教育，也没有什么社会的经验，其他事情我都不懂，我也没有学问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佛不嫌弃我的，永远不放弃我的，这是佛对众生的承诺。所以你要真正的相信，我母亲就是信到底了。结果她往生，你看普贤菩萨来接引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莲池大师告诉我们，只要你真正的相信，你不怀疑，这个已经都具足往生的条件了，已经都够了。何复你意为哉啊？何必再一次要有什么建议啊？有什么另外的打算啊？必须要具备其他的什么想法？你这些都是不需要的，都是不需要的。你只要完全相信，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救我的，而且我要去西方的心是确定了，不会模棱两可。佛陀永远不放弃我这种罪恶的凡夫众生。虽然我条件都不够，程度也不高，虽然我智慧也没有增长，什么事情我都不懂也不理解，但是佛说，我绝对救度你的。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佛这么慈悲，这叫做慈悲。你过去种种的一切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是对还是错，你是善还是恶，永远都不嫌弃你的。包括了地狱的众生、恶鬼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，只要听到以后满心的欢喜，不管念3声、2声、1声，甚至一个念头，永远都给你希望，永远都要救度你。这是莲池大师告诉我们的话。信为最先，信为根本，所以我们只要相信，绝对相信，不怀疑，始终如一啊！从现在一直到往生，我永远不改变，永远不退转，永远都把信字摆在我心中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一定成就。我们今天把这一章来送给大家，跟各位大家结个缘。阿弥陀佛。